Hello，大家好啊！因為龍樹亮嘅漫畫《我看見的未來》實在太 hit 啦，咁我都順應個潮流問一下塔羅牌，究竟日本7月會唔會發生大地震呢？咁而我得到嘅塔羅牌就係權杖王牌。權杖王牌呢隻牌係一隻充滿活力、爆發力同埋新開始嘅牌，代表能量釋放啦、動能啦、啟動某件事啦。呢隻牌通常象徵新嘅機會、計劃嘅開始、強而有力嘅能量湧現。咁如果你話擺喺自然現象嘅問題上邊呢，權杖王牌可以象徵突然嘅變化、能量嘅爆發、火焰、熱能強烈嘅動力，或者其實係一種某些事情嘅啟動或者開端。咁針對翻日本7月會唔會大地震呢個問題呢？咁係有能量爆發嘅可能性嘅，咁但係當然唔係絕對肯定啦，因為權杖王牌嘅爆發性同能量釋放確實係暗示某種劇烈嘅變動，咁係與地質或者地學能量釋放係有一定嘅對應關係。但同時權杖王牌嘅係象徵住一種啟動啦、開始啦，可能係地震活動開始增加嘅信號，但未必代表真係會一個好極端嘅大地震，亦都可能係關火山活動嘅事，因為由於權杖象徵住火元素，咁亦都可能係同火山活動啊、地熱有啲異常可能都有關係嘅。日本本身係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，火山活動同地震根本都係息息相關，因此呢個可能係代表火山活躍、地震頻率增加，但唔一定係毀滅性嘅大地震。而同時有可能亦係另一種解釋，就係其他重大嘅變化。因為你話有時塔羅牌唔一定係淨係字面上嘅解釋嘅，咁權杖王牌可能暗示緊日本7月會有重大嘅變化或者新嘅局面，呢個可以係經濟啦、政治上面嘅大變動，而並非自然災害嘅。咁總結嚟講，權杖王牌可能係暗示某種能量釋放或者變動，但未必係毀滅性嘅大地震。呢個可能代表係地震活動增加，或者與火山地震異常有關，亦都可能象徵住日本有其他重大嘅變革。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